在地新闻继续来看，台北市松山区有一间不知出名的火锅店，传出着霸凌的事件。讲头家平常时就常常甲员工大细声嚷甲站附近的居民嘛看袂做哩，甲录影收集证据。结果伫4个月收证的过程当中，翕到其中有一天，头家竟然是动手甲一个女员工扇3个喙皮。但是记者去现场问，店员拢唔敢加讲，就惊会去互石头路。目前台北市路检处已经介入调查。3声扇嘴皮声音，女员工的面随整起来，不过伊敢若双手弹安安，为着生活极点点，而且这已经唔是头一摆。又搁讲扇一嘴皮，技术头家认为员工的动作伤慢，就定定讲骂，就连厝边拢看袂落。是我确定，就外场那个人跟白头发的那个老，其实是常态啊。就晚上10点到12点，就是有机会可以看到或听到。路过的一些常住的邻居都是知道，常常在骂人。我真的看到蛮多次打脸，然后脚有这样踢。这代志就发生在台北市松山区敦化北路的一间有名的火锅店。8月20日半暝啊，头家敢若嘛是唔惊互发现，平常时就甲员工欺负，直接伫大路顶甲员工骂。9月甲10月嘛时常对员工起骹动手，厝边阁有翕到员工互扇嘴皮影片。敢若厝边就收集到4个月证据，而且这个行为嘛已经违反到刑法的伤害罪。员工也可以因为这次的伤害行为向雇主提起求偿，包含医疗费用以及精神慰抚金等，都是可以求偿的范围。实在找到当事店家，不过店员敢若是烦恼的无透露，唔敢加讲。这间火锅店嘛算是出名，有真侪网友推荐。头家娘笑甲真灿烂，今年阁摕下500盘的推荐，以上青的食材也阁有量下出名，可能就是要维持品质来严格要求员工。是讲安怎讲，动手就是唔对。目前路检处嘛已经介入调查。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